各位街坊巴士迷大家好啊！上集安達臣道嘅交通策略已經出咗半年左右，今日我就想完成安達臣道交通策略嘅下半部分。首先講咗巴士線，九巴喺2個月前開辦咗13同213E 線，13號線就係一個不折不扣嘅流水線。如果唔知咩係流水線嘅話，可以右上角睇解釋。本身巴士計劃就要求去做全日，但係由於定線迂迴，途經秀茂坪、寶達邨、曉光街、牛頭角、新蒲崗、九龍城、旺角、大角咀，其實有個腦嘅都會知道會蝕錢蝕得好嚴重。路上同其他路線例如213D、98C、1A 等路線都非常重疊，加上安達臣道嘅居民識揀就一定會用彩虹或者寶達邨作轉車站，運用19轉42、68轉98C，比一程過嘅13快得多。13行曉光街落山仲慘過213X 行秀茂坪道，慢到死。有測試指出，即使98E 同213E 等車等咗45分鐘，但係都仲係快過一程過嘅13，證明呢條絕對係一條唔合格嘅流水線，又慢又冇得深入各大社區，凡事開係正確嘅決定。213E 號線呢就唔係流水線啦，係特快線。如果唔知係咩嘅話，都可以喺右上角睇翻解釋。本身呢架巴士就好直接，甚至太過直接，客流只係得未入伙嘅安漁道同寶達邨，可以佔到附近全日嘅213X 搭個電梯就到，頂多就分流213X 嘅客量，同埋淨係開一班真係冇客㗎喎。你行去轉車站搭296D、98D 呢啲線都好快，所以暫時呢班車應該在空緊。小巴都開咗架117A，由常德開往安達臣，收費9個6，途經坑口外圍、寶林外圍及寶林路進入安達臣新區。呢條路線嘅問題就係佢這可以輕輕擦過寶林外圍同坑口嘅外圍。話連接將軍澳醫院又冇低地台小巴，深入唔到社區，有唔同嘅小巴路線重疊，例如108A 同15。如果係我嘅話，我就會途經將軍澳廣場、TKO Gateway、新都城先上去安達臣，可以執下雞嘅同時又可以深入社區。如果唔係，真係會維持依家嘅一日包車。不過108A 同15嘅營辦商就可能會反對啦。總而言之，安達臣道交通策略嘅下集就完成啦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見。